咱看今年這台灣社會呢，有真濟人攏趕咧來補歷史課，有一寡這 NGO 團體甲專家學者呢，是發起這學在地歷史的運動，佇個各地透過實際行動甲參與，要來實踐這歷史記憶的延續，也閣有再生產。伊嘛佇個今仔日來舉辦論壇。因為電影《世紀黑暗》引起爭議，今年社會高度關注白色恐怖甲政治迫害的議題，較嚴時期的政治檔案嘛要解密對外公開，歷史補課的能量繼續在民間傳開。其實自舊年各地都有發起挖掘在地歷史運動，歷年辦年度論壇有研究者就提醒，研究700至900年代的政治檔案也真注意，足儕監控者線面也閣有防監控的人也閣活咧，袂當看檔案寫啥就掠準是真的。政治檔案的開放嘛，可能造成隱私甲倫理衝擊。要怎麼去意識到檔案的有限性，然後甚至人的有限性，在裡面交錯去做判斷？我覺得這個是給我們研究者帶來最大挑戰。要去看到國家體系內部它的那個複雜性，它裡面不同部門之間可能具有的張力，然後你會更好的去 locate 我們到底怎麼去看待這樣子的一個體制的行為。研究者認為，政治檔案敢若是歷史真相的線索之一。不過，民間在使用的是一定愛多方訪談、查證和判斷。這場論壇除了對政治檔案的討論，也邀請幾個 NGO 團體，像當年辦自由路上藝術節的好民文化，甲舉辦共生音樂節的台灣共生青年協會來分享，親像歷史轉型正義議題，在民間實務推動觀察到啥經歷啥，嘛互相交流解決經驗。其實這種實體的倡議，你能夠更好的去凝聚大家的向心力跟行動力，那把大家聚集在一起，我們可以把這個經驗帶出去，然後複製出去，然後把它變成一個更往外擴大的一個力量。這場年度論壇組織教育、文化和人權藝術等無同領域的工作者甲 NGO 團體社群，希望透過互相分享來繼續在未來實踐歷史記憶的教育、延續和再生產，共同來打造公共記憶，推動歷史記憶和反省。記者盧尚祖、鄭俊佑台北報道。